睇完頭先咁精彩嘅片係咪好正咧？40萬嘅總值獎金獎品喎，都非常之多啦。我諗今屆參加嘅人數應該都會多過上一屆。咁我哋講一講今屆點樣玩法啦，同埋成個規則係點樣咧？咁我哋呢度有個時間表嘅，有幾個時間我哋必須要留意嘅。咁我哋報名日期咧係由3月28號，即係今日研討會完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報名㗎啦。咁個報名日期咧係會去到4月22號中午12點就會截止報名嘅。咁之後稍後FF 嘅人員啦就會 send 去大台度俾各位，咁各位可以 click 入去做報名嘅。咁當然越多人報名就越好啦。我見到呢度好多人都蠢蠢欲動，準備想開始嚟要準備報名㗎啦。咁我哋去到4月25號嘅研討會咧，我哋就會公佈究竟有幾多隊參賽啦，幾多個個人會參賽個人組別嗰度嘅。咁實際個比賽時間咧就會係5月5號開始，直接去到8月2號 ，total 係13個星期嘅。咁頭一個星期咧，5月5號至到5月11號呢個時間咧，我哋都參考翻一貫 FF 考試嘅作風啦。頭一個星期係容許大家係修改入邊嘅 signal。咁當然可以同學話行得唔係咁好喎，呢個禮拜仲有機會俾你改一改佢嘅，可以跟翻考試嘅規則咁玩就 OK 㗎啦。咁我哋嗰個頒獎禮咧，咁你完咗比賽當然有頒獎禮啦，就會係8月30號嘅研討會一併係搞埋呢個頒獎禮嘅。咁有參加比賽同埋冇參加比賽嘅同學咧，都希望你哋到時就出席啦，因為都會有一個相當精彩嘅分享嘅，因為得獎一定有分享，一定有啲 set 題會拎到出嚟俾大家可以研究下諗下嘅。咁以下呢度有啲關於比賽嘅賽制同埋事項啦。咁其實大致上咧都同上年都差唔多，不過就因為都好多新生啦，都未參加過上一屆嘅比賽，咁嗰度輕輕講一講啦，有啲比較重要少少嘅嘢。咁我哋咧，因為上一屆咧，我哋係容許各位同學係除咗 Forest 嘅4大王牌 EA 之外咧，仲可以用街外嘅輔助 EA， 可能 Copilot 啊、Cosif 啊、Virtual Trackpad 呢啲我哋都係准許嘅。但係今屆就因為我哋都覺得啊，既然我哋都俾咗咁多學費嚟度讀書啦，都有啲咁好嘅程式，我哋就冇必要再去用街外嘅程式去做太多嘅嘢。所以今屆我哋就統一規定咗，只可以用 Forest 入邊嘅所有 EA 啦，係不限你係 standard 嘅 version 啦、Pro version 或者係 advanced version 都 OK 嘅。咁只要係 FF 嘅出品就可以用啦。咁但係今屆仲有一樣嘢有改動嘅。上屆我哋嘅比賽係大家用個 demo 倉去做比賽，咁但係我發現啦 demo 倉可能大家唔係好着緊喎 ，demo 啫嘛，爆咗咪爆咗咯，當比賽玩下算啦。但係今屆我哋諗住係用個 sand 倉嚟做比賽，規限咗每位同學參賽都必須用個 sand 倉，一個1比500槓桿5000蚊嘅 initial deposit 嘅 sand 倉去做比賽，咁涉及到真錢嘅時候。雖然唔係話真係美金倉啦，美分都係錢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你一個倉都50蚊美金啊，相信大家都會俾多少心機同埋去 mon 個倉 mon 得勁啲。咁同埋今屆就大家真係要睇實少少啦，因為後續仲有少少嘢，你哋大家都要知嘅。咁詳細嘅 T&C 咧，稍後我哋都會 send 出嚟俾大家參考。咁呢度就唔逐一去講啦。咁我哋比賽賽制啊，講下。咁我哋頭先條影片都講咗，分咗個人賽同埋隊際賽兩個嘅。咁一如既往啦，隊際賽同埋個人賽都會分冠亞季軍啦。咁點樣去界定呢個冠亞季軍咧？咁個人賽同埋團隊賽兩邊咧，都會有兩個唔同嘅計算方式嘅。個人賽方面咧，係會計算你嘅最高 profit 啦，而你個 draw 單係喺個合格範圍之內，亦即係30%。而去計算個排名嘅。咁隊際賽係點計咧？隊際賽我哋就會去限制咗係計個 score。咁點計咧？就係每一隊係會提交10條 signal 嘅，而每一條 signal 只要你唔 over 嗰30% 嘅 draw 單，咁你就會去計個分數。個分數計法係用個 profit 除以個 draw 單，就會得出個分數啦。咁隊際賽每一隊都會交10條 signal 嘅。咁就將呢10條 signal 嘅分數加埋佢嘅總和值，
就攞嚟去界定個排名。咁當然啦，你爆咗 DD 嗰啲咧就冇得去計分數噶啦，咁就當做0咁去計算嘅啫。咁所以大家就要去留意住自己個倉，就唔好爆 DD 啦。當然係，因為你一爆 DD，你成隊人就少咗一條計分嘅咯喎，呢度。咁同埋咧，呢度都要講一講啦，因為我知道好多同學都交遊廣闊嘅，佢哋唔單止會參加個人賽，仲會參加團隊賽。咁但係咧，團隊賽每人咧只可以參加一個團隊嘅啫，而喺個人賽或者團隊賽入邊咧，每一位同學你只能夠係攞獎攞一次，即係話就算你參加咗2個團隊都唔好意思啦，你只能夠攞1個獎嘅啫，你唔能夠出嚟攞2次啦。咁同埋今屆咧，因為同 FAF 呢邊傾過啦，咁就話喺上屆嗰個 Signal 優異獎得1位，好似少一啲。咁今屆就傾過，如果有更加多、更加好嘅Signal 係優異嘅，會唔會考慮俾多2個獎項啊？咁所以我哋今年就會係多於1位嘅，係有機會多於1位嘅。咁當然啦，都要睇各位嘅表現。如果各位表現係理想嘅話，唔排除攞Signal優異獎，甚至乎冠亞季軍都可以係在座各位嘅。咁呢個Signal優異獎，不論係個人賽定係隊際賽都會有嘅，係不少於1名嘅。咁我哋講一講每一個組別嘅參賽要求先。咁個人賽咧，報名費係1000蚊啦。咁每一個人係必須要提交3至10條嘅 Signal 嘅。咁好老實嘅，錢就俾咗㗎啦。咁你梗係擺得越多越着數啦。反正都係計 profit 最高嗰條啫嘛。咁你有10條，梗係懟咗10條落去穩陣啲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都唔限你係 course EA 啊，你還是係獨立 EA 去做，只要係 FF 嘅 EA，不論你點樣玩都 OK 嘅，就比較自由少少啦。咁個門檻都係啦，個 Signal 不能夠低於30%，不能夠高於30%。Jordan，sorry 啊。咁每位參賽者咧，就算你交10條 Signal 都好啦。我哋都係會用你最高 profit 而又喺個 Jordan 合格嘅範圍內嘅 Signal 去計算嘅。咁即係話，就算你有10條 Signal 排前10位都係你咧，都 I'm sorry 啦，唔好意思，你都只可以係第1名嗰個 Signal 係你嘅啫。咁其他你都要讓翻出去俾其他人㗎啦。咁隊際賽都係一樣啦，隊際賽報名費都係每隊1000蚊。咁就人數係3至5個人嘅，咁你人多就當然着數啲嘅，咁你分擔嗰個報名費都分擔薄啲啊嘛，一人係咪先？咁但係咧，隊際賽就有要求，你必須要提交10條Signal嘅，每一隊都係必須提交10條。咁頭先都講咗啦，隊際賽嘅計分方式係計個 profit 除以 Jordan，得出個分數，用個分數總和值嚟去計算個排名。咁當然係你守得住個 Jordan 10條都計到分，你嘅贏面就更加高啦。同樣地，都係不能夠高於30% 嘅 Jordan 啦。咁就隊際賽同個人賽兩個門檻就喺呢度啦。咁呢個個例子啦，咁稍後大家睇翻 PowerPoint 就算，我唔刻意太過詳細講呢一度啦，因為各位。係啦，俾少少同學影緊相，我哋俾同學影埋相先。OK，咁呢個即係新玩法嚟嘅喎，Signal DQ 機制喎，上屆冇喎呢個。哇！即係點解啊 DQ？係咪即係話如果我長期唔喐嘅話，咁會點㗎？誒問得好，問得好。咁呢個 DQ 機制點樣嚟咧？咁我哋就會係每一個，我哋成個比賽係為期13個星期嘛。咁每當開賽後過咗1個月，亦即係6月5號同埋7月5號咧，我哋就會訂立為一個 DQ 日嘅。咁每一個 DQ 日咧，我哋都會 DQ 每一個組別排名最低嗰10% 嘅Signal。咁即係話你就算冇爆Jordan都好啦，咁你只要你嘅排名係喺最低嗰10% 咧，你嗰條Signal都會被 DQ 嘅。咁 DQ 咗Signal喺團隊賽嚟講就當然係唔計分啦。咁個人賽你就少咗條Signal去爭個冠亞季軍啦。咁我哋點去定呢10% 咧？個人賽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用 profit 最低嘅10% 去計算。團隊賽嘅話，我哋就會用分數總和值最低嘅10% 計算。
咁但係當然放心啦，中間仲會有少少嘢嘅。咁因為呢個 DQ 嘅機制咧，我哋係會包括咗一啲已經爆咗 Jordan 嘅優先會 DQ 嘅。咁我哋係每次 DQ 10% 嘅 signal 啦。咁假設你有我哋參賽 signal 有100條，咁有5條佢係爆咗個 Jordan。咁好啦，咁爆 Jordan 就一定係例牌 DQ 先啦。咁但係佢本來要 DQ 10% 噶嘛，咁即係話由91至到100呢10條 signal 都係要被都係會 DQ 嘅。咁你爆咗啲好明顯一定係排到最後嗰啲排名㗎啦。咁佢有5條，咁即係仲爭5條係要被 DQ 嘅。咁呢5條就會係計算未爆 DD， 而佢又係嗰個 profit 可能係臨尾嗰10%，或者係個分數係臨尾嗰10% 啦。咁我就會抽出嚟去DQ 咗佢嘅。OK， 咁呢度有啲例子啦。咁我就呢度講一講咧，因為我諗大家都未必太過清楚 DQ 機制。咁呢度講咗啦，假設有參賽嘅 signal 共100條啦，喺第一個 DQ 日，亦即係6月5號進行 DQ 評估嘅時候，發現100條 signal 當中有5條 signal 係已經超過咗30% 嘅 Jordan， 呢個係已經係稱之為自然 DQ 嘅 case 嚟嘅。咁呢5條 signal 咧就會排名係喺95至100啦，因為佢都爆咗 DD， 佢一定係 short 到最低㗎啦。咁頭先我所講啦，我哋係 DQ 10% 嘛，即係91至100名嘅 signal 係會 DQ 嘛。咁呢度已經 DQ 咗95至100啦。咁即係話91至94呢一段咧，我哋就係會收翻出一啲可能喺個人賽嚟講就係 profit 最低啦，喺團隊賽嚟講就係個分數最低嘅 signal 就會 delete 咗佢嘅。係啦，咁個 DQ 機制就會係咁樣去做 DQ 嘅。咁但係呢度呢個轉頭先講。咁但係既然有咗個 DQ 機制，咁就梗係會有啲好嘢俾翻大家嘅。咁但係個好嘢係啲咩咧？我轉頭先講，因為要等一等Wing Sir 上嚟，我先可以講到。咁我呢度講一講個人賽嗰個獎金獎品先啦。其實呢度睇咗係一半係 cash， 一半係 cash 嘅 coupon。cash coupon 係啲咩嚟咧？係 Frost 嘅現金券嚟嘅。咁啲現金券可以做到啲咩咧？基本上你喺 Frost 嘅所有消費，你都可以用啲現金券去代替嘅，包括你哋續會籍啦，去報課程啊，各樣嘢，只要係要俾錢嘅都可以用到呢個現金券去取代。VPS 唔可以嘅 ，sorry， 係啦。問題我稍後我再佢。如果 James 有得交易嘅話，就我諗好多人會賣。但係我哋稍後再講，因為大家冇咪咧，online 同學聽唔到，我就唔喺度回答住先。轉個頭有咪嘅時候，大家再問多次啊，記得問啊。咁好啦，隊際賽咁佢有都係冠亞季軍啊嘛。咁都沿用翻上一屆我哋嗰個做法，冠軍隊就會分到個彩池最大份嘅分成啦。而季軍就會分第3份大，咁 signal 優異獎就個人賽同隊際賽都係㗎啦。就每一條 signal，只要你能夠攞獎，都會有1000蚊嘅 cash 同埋1000蚊嘅 cash coupon 俾翻你嘅。咁呢個彩池其實我諗有啲新嘅同學都有啲陌生。喂，彩池咩彩池啊？個彩池點嚟咧？咁我哋個彩池咧係會建基於個報名人數，記得報名費嘅。我哋會喺個報名費度抽個就錢出嚟做呢個彩池，咁就俾團隊賽冠亞季嘅同學咧去做分成嘅。呢度就起碼10萬蚊㗎啦，總值係啦。咁所以大家就踴躍啲去參加，因為根據上年嘅經驗咧，啲團隊賽嘅得獎隊伍佢哋分完錢之後係足夠佢哋去開倉繼續賺錢嘅，係啦，係過癮嘅成件事係。